依家帶住40位香港團友嚟到梅州南台臥佛景點呢度進行遊覽參觀嘅。依家我哋嚟到南台山國家森林公園，依家所在嘅位置係佛頭嘅位置啊！呢度興建大型金頂，鎮守靈氣。金頂入邊裝隻3柱長明香，供養大佛，祈求大佛保佑梅州人民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依家嚟到金頂佛手呢度打卡。佛手興建臥佛嘅丹田之處啊，又稱佛金頂。佛手雙向天空，垂直落差有88米嘅，沿住台階而上，可以走到佛手嘅手掌心，站在上面俯瞰整個平遠城啊！我哋好多團友啊，都登上佛手嘅手中央啊，進行遊覽打卡嘅，大家玩得非常之開心啊！跟住再嚟到天空之鏡呢度遊覽打卡，海天一色，影相特別靚噶。我哋依家嚟到玻璃懸崖棧道呢度，底下全部都係透明玻璃嚟噶，大家有冇見到啊？好多團友都喺呢度拍照打卡，非常之驚心動魄啊！嚟到南台臥佛山呢邊，一定要參觀呢個玻璃棧道，驚心刺激，等住大家到嚟噶。玻璃棧道全長228米，中途仲見到孫悟空被壓在山下嘅。睇完景點到達晚餐時間，我哋食鴨啊、鹽焗雞啊、客家豆腐、酸倉魚啊，仲有剁肉餅啊等等嘅靚餸。食完飯我哋就返去深圳噶啦。咁靚嘅行程路線，有冇團友想跟我哋團嚟睇一睇噶？